伫南投有一个妈妈，因后生伫台中上班，为去年11月份就开始找无因囝，因为怀疑是被骗去外国，所以伫网络顶铺文找人。了后有一个查甫的甲伊联络，讲伊是缅甸园区的主管，爱1万块的美金的赎金才要放人。即马这个后生也毋知生死，老母是已经报案，嘛甲外交部、甲总统府陈情，希望因囝会当赶紧平安倒转来。伫网络上打跨国救援信息，住伫南投的亲妈妈伫29围炉之日，犹原等未着后生转来。伊表示，去年11月，家伫台中工作的后生失联，到伊睡厝的所在也找袂着人，向台中市第4分局报案了后，经过调查监视器，才知后生亲像互人带去国外。原来招募者就是他的朋友，然后他就是转介绍，然后把我们家孩子贩卖出去的。其实他们就是觉得工作很累，就是有人带他去，然后去换钱的，警察就来问他，然后警察说他有人看到他拖行李箱。亲妈妈讲，后生失联了后，伫11月初6到初7，有传信息向家人报平安，了后都无音信。也毋过，伊伫网络发文协寻了后，就接到自称缅甸园区主管的查甫人的联系。直接就开门见山讲说，那就是要讲到赔付金，它就是1.6万美金。那时候其实中间我有去斡旋，然后甚至于我有去谈条件，但是我们就是谈判破局。全案目前课证扩大收集相关事证，后续将持续配合检察官指挥全力侦办。双方谈判无成了后，目前生死查甫人毋知影生也是死。亲妈妈除了报警，也已经向外交部、总统府陈情，佮透过立委的斗相共，也毋过一直拢无得到积极回应。伊表示理解跨国救援有难度，也毋过针对台湾境内有关协力者，检警应该爱有更较积极的作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